好高興能夠出席中醫學院嘅白袍典禮，與各位一同見證呢個非常之重要嘅時刻。願你哋喺未來嘅道路上邊不忘初心，砥礪前行，成為有視野、有擔當、有溫度嘅中醫人才。呢個典禮唔單止係中醫學院一年一度嘅重要儀式，更加係醫學院呢個大家庭以及在座各位親朋好友，為各位新生一齊嚟見證一個重要嘅佢哋嘅人生嘅里程碑。我衷心祝願每一位同學喺中醫學院度過充實而精彩嘅學習時光。而家有請以下嘉賓宜玉步到台上為同學進行白袍加身。而家有請嘉賓將蜜枕交俾我哋嘅同學。誓願以仁德為本，為蒼生大醫，立志成為蒼生大醫，以普救病苦，完成中醫為使命。首先呢，我就感謝各位呢，今日係百忙之中撥樣出席呢香港中文大學中醫學院呢2025年呢第10屆，我哋已經第10屆嘅嗰個新生嘅白袍典禮啦。我謹代表呢我哋學院嘅教職員工可以喺呢度呢就熱烈呢恭賀在座嘅本一、碩一嘅同學啦。